今日講下英國政府最近提出嘅庇護系統改革，呢個係基於英國內政大臣Shabana Mahmood公布嘅計劃，話係現代史上最大規模嘅改變，用嚟對付非法移民。呢個計劃參考咗丹麥中間偏左政府嘅嚴格做法，包括將庇護地位變成臨時、收窄上訴程序，同埋對阻礙遣返嘅國家實施簽證禁令。首先，庇護地位會變成臨時，得到庇護嘅人只能暫時留喺英國，每30個月就要審查一次。如果佢哋嘅原居國被判斷為安全，就可能被遣返。呢個類似丹麥嘅做法，佢哋發2年許可，到期就要重新申請。政府已經開始支持人自願返回敘利亞，因為阿薩德政權倒台，而家會探討強制遣返去敘利亞同其他近年冇常規遣返嘅國家。另外，庇護人士要喺英國住滿20年先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或者無限期留居，比起現在嘅5年長咗好多。政府會開設新嘅工作同學習簽證途徑，鼓勵庇護人士揾工或者讀書。轉去呢個途徑就可以更快定居，只有喺呢個途徑嘅人先可以資助家人嚟英國團聚。第二，人權法會有大改革，內政大臣計劃結束庇護案件嘅多重上訴，改成單一綜合上訴，所有理由都要一次過提出。會成立一個新嘅獨立上訴機構，由受過訓練嘅審理員負責，並提供早期法律建議。為咗做到呢點，政府會立法改變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家庭生活權。喺移民法庭嘅應用，只有直系親屬，例如仔女或者父母，先可以留低英國。公眾利益會喺移除外國罪犯同非法入境者嘅考慮中佔更大比重。另外，會收窄第3條，禁止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嘅應用，因為現在嘅解釋容許多重上訴，包括嚴重罪犯因為醫療需要而阻礙遣返。現代奴隸法都會收緊，庇護尋求者要早啲披露所有相關資料，遲咗披露嘅會被視為可信度低，用嚟防止最後一刻用販運聲稱阻礙遣返。第三，結束房屋同財政支持，政府會取消提供庇護尋求者支持嘅法律義務，唔再保證房屋同每週津貼，只有真正貧困嘅人才會有支持。但如果有工作許可卻唔工作，犯法或者違抗遣返指示，就會被扣除。故意令自己貧困嘅人一樣冇支持。庇護人士如果有資產，就要貢獻住宿費用，呢個參考丹麥做法。佢哋要求庇護人士用儲蓄付住宿費，當局可以喺邊境沒收資產。英國內政部話唔會沒收有感情價值嘅物品，如結婚戒指。但內政部部長 Alex Norris 話可能針對汽車同電動單車。政府之前承諾喺2029年前結束用酒店安置庇護尋求者。去年官方數字顯示每日成本達577萬英鎊。另外，政府正諮詢結束目前嘅系統，即庇護申請被拒嘅家庭繼續有房屋同財政支持，直到最細嘅仔女滿18歲。官員話呢個系統製造咗俾人冇身份留低英國嘅不良誘因，取而代之會提供財政援助俾佢哋自願返回，但如果拒絕就會強制遣返。第四，建立新嘅安全同合法途徑。喺收緊庇護同時，英國會開設新合法入境途徑，有年度上限。志願者同社區團體可以資助個別庇護人士，類似 Homes for Ukraine 計劃，英國人收容逃離戰爭嘅烏克蘭人。政府亦會擴大2021年設立嘅 Displaced Talent Mobility 試點，鼓勵企業資助全球有風險嘅人士嚟英國填補技能空缺。內政大臣會根據本地容量設定年度上限，但經呢啲途徑嚟嘅人會有簡化嘅10年定居途徑。第五，簽證禁令，對唔合作遣返政策嘅國家會實施簽證懲罰，包括對庇護申請高嘅國家實施緊急剎車，暫停簽證，直到佢哋接收非法喺英國嘅國民。英國已經鎖定3個非洲國家：安哥拉、納米比亞同剛果民主共和國。內政部話俾佢哋1個月開始合作，否則會逐步實施制裁。第六，增加科技應用，政府計劃廣泛試用 AI 科技嚟驗證庇護尋求者嘅年齡，特別係聲稱係兒童嘅人。另外，喺國會結束前引入數字 ID， 用嚟更準確檢查僱員嘅工作權利，防止非法工人用假文件。而琴日喺英國國會，Mahmood喺下議院發言，話英國現時嘅庇護制度失控同唔公平。佢警告，如果唔處理呢個危機，就會令更多人由憤怒走向仇恨。政府提出咗一連串改革，包括將難民地位變成臨時性，停止為庇護申請者提供保證房屋支援，同埋設立新嘅上限、安全同合法入境途徑。根據政府文件，難民地位每30個月審查一次，係現時時間嘅一半。如果原居國變得安全，就可能被遣返。另外，難民申請永久居留權嘅時間由5年延長到20年。對於被拒絕庇護嘅家庭，如果有小朋友，政府會提供誘因鼓勵自願離開，但如果拒絕，就可能強制遣返。庇護申請者如果有收入或資產，就要貢獻嚟支付喺英國嘅住宿費用。Mahmood舉例話，有庇護申請者每月從家人度收到800鎊，又有 Audi 車，但仍然享用納稅人資助嘅免費房屋。法庭判政府無權干預，呢個情況要結束。政府亦都計劃修改歐洲人權公約同現代奴隸法嘅應用，方便遣返失敗申請者。Mahmood威脅，
如果安哥拉、剛果民主共和國同納米比亞唔改善合作，就會停止向佢哋國民發出簽證。另外，新嘅安全途徑會俾志願同社區組織更大參與，接收同支援新移民。今年到目前為止，英國有111800人申請庇護，當中39%係坐小艇嚟，37%係合法入境後先申請。政府話呢啲改革旨在減少入境人數，同增加遣返無合法權利留低嘅人。反應方面，部分工黨議員表達關注。Nadia Whittome 話計劃反烏托邦同可恥。Tony Vaughan 話臨時地位會造成永久黏步同疏離。Richard Burgon 話措施道德上錯，可能推走工黨選民。另外，約20名工黨議員批評計劃，但亦有工黨議員支持。譬如 Chris Murray 話制度要公平，否則會崩潰。Graham Stringer 話媽沒走緊正確方向，但如果唔退出歐洲人權公約，就可能徒勞無功。保守黨領袖 Kemi Badenoch 話計劃係正面小步，但警告除非退出歐洲人權公約，否則注定失敗。佢建議馬末同保守黨合作，如果工黨後座議員唔支持，保守黨票可能有用。自由民主黨發言人 Max Wilkinson 歡迎新安全途徑，但指責馬末用過激語言煽動分裂。馬末反擊，話自己經常面對種族歧視，包括被叫種族侮辱詞同被叫滾回家。其他黨派 Reform UK 領袖 Nigel Farage 讚馬末語言強硬，但懷疑計劃能否過關。工黨反對或者歐洲人權法院。綠黨領袖 Zach Polansky 話每位工黨議員要摸良心。計劃極端不人道，政府係懦夫。之前針對養老金同殘疾人士，依家針對逃戰亂嘅人。難民理事會 Enver Solomon 話收緊制度唔會阻嚇逃命嘅人，佢哋嚟英國係因為講英文或有家庭。社區聯繫源於英國殖民歷史。馬末之後接受 BBC 訪問，話改革係佢嘅道德使命。如果唔贏呢場爭論，就會失去公眾對庇護制度嘅支持，英國會失去美好一面。佢承認部分工黨議員有憂慮，但話絕大部分同事同意佢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節目，如果鍾意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，下次見。